高雄市发生气爆，第4年的国家的救难人员过10万体能天数哦，也过多年过关心民能，还有呢常常付出的民众用自家的能力专长来囤在起的乡亲呢，来本应能过多的能量，而用哪一种形式囤力量来囤高雄天数，希望畅快多转去嘅过强过热情的高雄。最难的火位两腿火车，打造就对行走下难。4日每300公里，几条路路无停，就会一间物资夹夹送本灾民。贵有行走特色的碰风车、北部擂茶同米粉也都采提提升，送到高雄过后，按同义工第2年的天使，大家齐心合力赶火下来标。各乡镇农会，米粉，还有茶，还有个挑南送茶。弄人政府的车、农会的车、两台车，归路时下来高雄。所以就是拟省人民指挥站成立过后，快线3路冲顶气爆区附近的咖啡店，老百姓中对各地来的小球队，所以调价每地恢复强点过后，竟做得一壶又一壶的咖啡，还准备便便的柠檬水，为同按照建设救护人员补充精神，还给天干咖啡店开放，欢迎暂时休息。我也要救灾人员先顾好身体，过去救人。这些的救难、消防，真的很累。高雄天气非常的热，那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。那我的店刚好在这里，因为大楼店也来了，我们就开个冷气，位置空出来，让他们去休息。也今年嘞，本年甘肃关唔盼得来高雄市归有人性命，除了按多的物资，还有对人眼坛来嘅揭露艺人来到抢市文字中心表演，让70岁的小阿妹爷爱用歌声同所在民众加油，故此都充当安慰人心嘅反应。按同年来规模下有感觉过缺嘅身心，都得到满满的温暖同力量。你们要努力，再努力，加油！下个新闻，翻开上陈心怡高雄报道。